校园资讯站。好的，谱出校园精彩啊！来到星期六傍晚5点到6点啊，那又是可以上课的时候啊，敏儿真的很期待这个环节。而今天呢，当然啦，也请来了我们的嘉宾啊，过来分享呢他的一些经历啊，点点滴滴啊，有什么点滴呢？这个我觉得呢，要是跟他做朋友呢，我就解决了很多情绪啊，或者是自己这个心理的健康的一些问题啊。为什么呢？因为今天请来的是一位心理专家，哎，他是一位心理咨询师郑颖恩 Candy。Hello， 颖恩你好。你好。颖恩啊，其实呢，我感觉你就是非常的年轻啦，然後呢非常的斯文啦。那當然要說你是從事跟心理相關的工作，我肯定相信，好，真的啊，就是好襯你啊，呢個專業啊。可是我想問一下，就是那麼多的選擇哈，就我知道你也經歷過哈不少的一些工作的選擇，其實為什麼最後呢落腳點會在這個心理相關的行業方面呢？穎恩。好啊，其實我自己都唔細㗎啦，因為咧我其實轉職成為一個心理治療師嘅。其實我以前喺澳門大學嗰度讀會計啦，咁之後咧都出嚟做咗大約8年嘅工作嘅。是。咁喺有博企啦、澳大啦，同埋公職都做過嘅。咁點解會之後轉行做心理咧？咁因為咧就喺14-15年間嘅時候咧，我發現我遇到一啲抑鬱嘅症狀。咁嗰陣時咧，我喺澳大嗰度做緊會計嘅。咁就嗰陣時就翻工對住文件，啲眼淚係咁滴落嚟啦。咁搭巴士又喺度喊啦，甚至行到翻屋企都喺度喊喎，夜晚瞓覺喊。跟住就係過咗好耐，其實我都知道自己出現問題嘅時候，都已經過咗一段時間啦。就係唔知點解留咗好多，真係好傷心嗰時，所以之後睇翻書先知原來自己抑鬱嘅。咁嗰時已經好翻啦。就發覺原來嗰陣時咧，我啱啱出嚟做嘢，唔係好適應呢個社會啦。咁同埋嗰陣時我要翻工翻學，因為我嗰陣時都兼顧朝早翻工，夜晚去讀一個會計 master 咁樣嘅。所以就加埋好多，即係你離開咗校園出咗嚟生活嘅時候，你就多咗好多嘅負擔或者煩惱啦。咁諸如此類，即係令到我壓力太大啦。於是就爆咗煲咁樣，但係又唔識得處理，因為從細到大咧都冇人教我點處理，屋企人唔識點處理啦。學校甚至都係即係以前心理健康呢樣嘢都唔係好普及嘅。係啦，咁所以咧就即係揾方法去咗圖書館嗰度去揾咗一本心理學嘅書，咁我發現呢方法係可以幫到我嘅喎。咁於是咧就係通過心理學咧去幫助我走出咗抑鬱啦。咁就前後就係用咗8個月嘅時間咯。哇，我覺得你很厲害。就你自己能夠察覺到，那當然了，並不是一下子我就知道自己有問題，我肯定就是經過一段時間，發現自己好像有點不尋常，對吧？就為什麼我經常會無緣無故流眼淚？其實那個時候你是無緣無故的流眼淚，還是說有沒有一些事情或者情景觸動到你？所以你會流眼淚？會有，就很多，譬如說，就是那時候，在工作上，因為我自己是一個內向的人，咁就係同同事相處之間，我唔係好識點樣做人際溝通啦，咁於是就會出現咗好多一啲矛盾啦，又或者係一啲挫折啦，甚至可能同屋企人都會有爭吵咁嘅情況出現，咁所以呢啲即係負面嘅嘢就壓得太多，所以就係咯，成日喊咁樣咯。對，我覺得你是一個內向的人啊，你不容易去發洩自己的情緒啊，你就不像那種，比如說我哈，我就很愛發脾氣的，就有什麼就罵哈，破口大罵。其實反而這樣子呢，我就能夠把自己心裡那種壓力啊釋放出來啊，即係過咗就算啦，鬧咗就算啦咁樣哈。但是啊，對於穎恩來說是一個挑戰，因為本來你的個性是比較內斂啊，就是可能有時候要發生一些事情，可能不開心或者覺得很委屈。但係原來有冤無路訴嘅，所以就憋着。係啊，習慣咗就係收埋心入邊咯。OK， 即係呢個係你習慣，但係你那個時候你察覺到自己，我覺得你很棒，就是你知道怎麼樣去尋找一個解決方法，然後你那個時候去圖書館，這個舉動是有一個直覺告訴你要過去那邊，還是說我
本来我都要找方法的了，我就是去圖書館看看一些相關的書籍。你那時候是為什麼決定到圖書館去尋找答案呢？應該係嗰陣時係人情緒比較低落嘅時候咧，都會漫無目的喺度行嘅，喺條街度行，即係唔想有啲人會屈喺屋企啦，有啲人會出去行下，即係可能想自己放鬆下心情啦。咁就去，因為我自己都中意睇書嘅，係啦，我自己中意一個學習嘅，於是就行咗去圖書館嗰度，就咁啱就俾我見到，你的人生只是缺少心理學嘅呢本書。咁我覺得，原來即係我自己讀到 master， 讀咁多書，原來我就係唔識呢樣嘢係嘛？跟住我就攞嚟睇下，佢真係教我好多社會上面嘅嘢啦，或者係一啲即係譬如遇到我呢個情況嘅時候，可以用啲咩方法去應對咁樣咯。我覺得心理好用喎，咁於是咧我就迷上咗心理學啦，之後學咗好多嘅課程啊，甚至係考咗好多嘅證書啊，咁之後而家加埋都差唔多超過10年啦。OK，那比你這個會計的經驗還要多。對，反過來就以前讀書專業是讀會計，對，然後呢出來社會工作以後呢，也還是從事會計。只不過遇到了可能在情緒上，或者是我覺得就是我們人生路上呢，有很多遇到的不同的事情啊，可能都會影響着我們的決定抉擇包括這個我覺得呢，可能也是一個出口，一個方法呢，把你引導到這個心理學方面因為有時候我可能上天會幫我們安排。我不知道你信不信這個東西我覺得緣分這個東西真的很奇妙也對，其實就是以前讀會計，就是我就是比較喜歡數學，然後我就大學的時候就選了會計。那並不代表是我的興趣。然後我現在讀心理學就就是我很喜歡去學這個學科。是，對，迷上了。對，然後就想過了很久，就辭職去做這個心理諮詢了。哇，這個很大的一個決心。對，很多人都說很勇敢你工資都不做。對啊，對，公司那麼多保障，對吧？而且要大公司，對，假期又穩定，收入又穩定。對，那個時候你就有一個決心，覺得我要轉行了不管前路怎麼樣，有沒有人去聘請自己，都要轉行了。對呀，那有沒有考慮過說那我讀那麼多或者研究那麼多跟心理相關的一些理論以後，那前路怎麼辦呢？你是從事心理學的一些工作，有沒有就是也是另外一個問題或者一個產生的疑問了，就是那將來我如果沒收入怎麼辦呢？有沒有想過或者有這樣擔心過呢？嗰個時候咧就即係覺得嗰陣時候辭職嗰時30歲，咁我就覺得而家唔做幾時做咧？因為其實我自己本身冇負擔嘅，係咯，咁所以話咁當然都係有即係奉勸大家學生都可以做決定之前去儲錢先啦，係啦，都要有計劃嘅，係啦，因為始終你係冇咗份收入啊嘛，對啊，咁所以咧就首先要儲翻一啲，即係譬如1-2年嘅收入先啦。咁所以之後咧就辭咗職去做一個心理諮詢工作。咁本身你有呢個技能嘅話，我相信都可以揾到即係你補充到你個生活嘅收入啦。即係雖然可能唔比以前一啲政府工或者大公司嘅薪金高咁樣咯。咁我就主要係我諗緊，如果我再做落去。咁就做到，起碼都要做幾10年先退休啦。咁點解唔趁後生去完成自己嘅夢想咧？對嚇。同埋我都好想去幫澳門人，即係我用我經驗同學習嘅知識去幫佢哋走出佢嘅心理困境咁樣咯。對哈，提到澳門，其實呢，尹恩說了澳門很多次，我都沒有跟聽眾們介紹啊。尹恩呢是澳門人，然後呢，他也是特定的，就是從着澳門過來香港這邊接受我們的訪問那其實呢，尹恩我聽到就是說，澳門我不知道香港人對澳門的印象怎麼樣當然娛樂博彩很多多姿多彩的生活，對不對可是對於澳門人的生活呀，可能我們真的未必太了解所以這邊呢，我覺得不如多問尹恩了解一下，其實在澳門呢，我感覺而已我相信香港人大多數的朋友都已經去過澳門感受過，應該呢，我覺得那種壓力甚至那種節奏呢，應該沒有香港那麼急速，是吧？那個節奏沒有那麼快，對不對呢？我自己感受，因為我自己唔係香港人啦。你對比對你覺得感覺呢？我就覺得澳門人係平和啲嘅，係啦，就節奏
真係冇香港咁急促嘅。係。但係你話壓力大唔大呢？問我朋友呢，10個入邊8個都話壓力大嘅。哦。係啦，即係都會係平時要返工啊、工作啊，或者係要照顧小朋友啊、讀書啊，又或者係情侶之間都會有唔少嘅爭執啦，即係或者係人生方向上面啦。呢排遇到好多就係好多都好似我咁原來佢職業唔想做喎，但係你話去轉職嘅時候，佢有冇相當嘅證書啊，又或者係經驗啊？咁都好擔心，點樣去從事自己想做嘅工作呢？咁呢方面都係其實都係一個壓力咯。因為呢，我嘅朋友入邊呢，佢其實都唔係好認清乜嘢係叫心理諮詢或者心理治療，佢會覺得好嚴重啊，要食藥啊咁樣先去揾你咯。但係我即係想同咁多位講，就係其實心理諮詢咧係健康到亞健康嘅人都可以去揾佢，同佢傾偈嘅。係啦，咁美國入邊咧，其實佢80%即係有統計啦，80%人咧都會係定時去睇心理諮詢咯，係一件好平常同埋接受嘅事嘅。咁就但係反而喺亞洲人社會就會覺得可能家醜不出外傳啊，好多嘢都即係負面嘅嘢唔好想同其他人講啊。咁所以於是就積到真係好嚴重要食藥啊，咁搞唔掂你先去揾咯。所以想同大家講呢個概念係錯嘅。係啦，咁應該由啱啱開始情緒有少少困擾啊，或者甚至係你純粹係想個人情緒上學，即係一啲人際溝通嘅一啲或者突破人生啲方法，你都可以揾心理諮詢，即係一啲專業人士去幫你俾一啲意見啊，或者係引導俾你咯。因為你們就是有很多的資料。有很多的經驗，就是告訴我們，其實遇到，比如說問題 A、問題 B 啊，情境 A、情境 B 啊，到底應該怎麼樣去處理？這個我覺得是諮詢師啊，或者是治療師呢，能夠給我們的一些指導引導啊。那心理這個字呢，可能對於我們真的華人社會來說呢，有一點點的禁忌啊，因為覺得我要去看心理醫生，那肯定就是心理有問題，但其實不是的，因為心理健不健康呢？當然這很看個人。不過心理這個關注呢，其實每一個人都需要哈，就是說我們關心自己的情緒，關心自己的心理健康哈。但是好像尹恩剛才說的啊，其實澳門人呢，他們也有他們的壓力，當然哈。那其實那種我們說精神亞健康，也可以說是普遍，對不對呢？我覺得在澳門是普遍的，因為你問就我身邊的人，每個人都說自己壓力很大。但是如果你問他去找心理諮詢啦，他會說，希望我不用去找你呢。就是你會聽到他覺得去找心理諮詢是一件很負面的事情。對啊，就是一個生病的人才會去找，但其實真的不是。亞健康其實就是普通的傷風感冒，你也會去看醫生，去吃藥，對吧？所以真的不要想成是一件很負面的事情。就平常就是有一些情緒的壓力，或者是只是想放鬆，有個me time，你都可以去找心理諮詢的。是啊，就是覺得人生路上有疑問啊，我到底該不該結婚呢？我到底應該應不應該生孩子？那這個我就不能跟你決定了。OK，但是他們如果有困擾的話，假設是這個問題的話，會不會也找你聊天也可以？因為其實你們諮詢師也是朋友的角色啊。對，我們會用自己的專業去幫他引導，去跟他，你為什麼想結婚呢？可能你是，心裡是想有一個家庭，或者是有什麼目的，然後會讓你自己去幫你，就是一起去，找你的路。那其實一般，比如說會聯繫尹恩，找你聊天啊，或者想讓你提供一些建議的話，其實那種 case 或者那種朋友多數是什麼人呢？他們遇到什麼問題？都講其實我澳門真係唔係好普遍啦，揾我嘅都係陌生人多嘅。係啦，朋友反而就係咁。通常同朋友你食飯或者係去 tea time 嘅時候，咁都會傾嘅，咁就叫做係傾偈咯，就唔係叫諮詢咯。係啦，咁佢會問一啲心理嘅問題，咁其實心理諮詢真係唔係話答問題，你問我答咗咁簡單嘅，係同埋真係唔係話
幾分鐘或者1個鐘咁就搞掂，係需要有一個過程，係一個長時間持續去幫到你達到去某一啲目的啊，或者去可能要化解你嘅心結啊等等嘅，係即係唔係話一餐茶就搞掂嘅事咯。係，當然一餐茶就當係一種 relax 啦，可能即係普通聊天咯。對啊，普通聊天可能是宣泄哈。那當然，如果你能夠發泄出來的，那當然是好了，對不對？可是如果說聊完之後還是憋着，那就是要自己去察覺自己到底心理健康還是不健康，或者遇上什麼問題要盡早解決。你覺得如果說其實我們要關心自己嘛，對不對？但是我覺得可能澳門人我不了解了，可是香港人對於我們來說呢，我覺得我們向着自己那種關注是比較少的，我們可能都是比較在意別人。甚至在意別人怎麼看自己，而不是在意自己怎麼看自己，是吧？所以有時候是反過來了。那到底我們應該怎麼樣取得一個平衡？就是我怎麼樣去關心自己的情緒還有健康呢？還有那個心理的健康呢？那穎恩作為諮詢師，其實有沒有一些 tips 可以給我們？就是我們可以從哪一個方面、哪一些角度去給自己多多關注或者多多關心自己的心理健康呢？原來香港人都係比較少注重自己內心啊。對啊，我覺得香港跟澳門都蠻像的吧。我們因為我們地區很相近嘛。咁呢個時候咧，係啦，正正就係我哋會出現一啲心理問題咧，就係我哋冇覺察到我哋自己需要啲乜嘢。咁所以咧，我哋可以通過鍛鍊自身嘅覺察力啦，我哋心理學成日都會講，就譬如話覺察我哋憤怒嘅情緒啦，悲傷嘅情緒啦，快樂嘅情緒嘅源頭喺邊度啦，係啦，乜嘢引導自己會有呢啲情緒咧？咁時刻照見我哋嘅自己內心，咁就可以令到你有效咁樣重新掌握翻自己。點樣可以去照見自己內心咧？通常我哋可以我哋心理學上面可以玩一啲心理投射卡嘅遊戲啦，係啦，咁甚至可以通過一啲藝術繪畫類啦，係啦，將自己嘅個人嘅故事或者情感去抒發出嚟，去敘述出嚟啦，令到我哋嘅內心咧可以俾我哋看得見，因為我哋心睇唔到噶嘛，因為太無形嘅，大家都就會唔係好清楚，唔係好了解，於是咧就係咁循環咯，係啦，咁當我哋睇到嘅時候，我哋發現到嘅時候，我哋就可以去走出我哋嘅困局啦，咁樣係咯。即係要發現咗先啦，應該說，因為我們不是專家嘛，對不對？那當然啦，我就是如果沒有一點點想要尋找答案的一種慾望啊，或者沒有一點點察覺到自己可能有一點點困擾啊，其實我真的不會去特別聯繫諮詢師的但是如果一些問題出現了以後其實我們應該有哪一些警號？如果說警報我們的心理出現問題情緒出現困擾了，其實會想起哪一種警報？會不會好像剛才穎恩一開始提到的，好像自己那樣會不會有一點抑鬱，自己不知道呢？可能就是無緣無故流眼淚，這個也是一種現象嘛。其實還有哪些現象能夠反映出，原來我們的情緒好像已經到達了一個臨界點了？心理健康向慶警報咧，咁可以從兩方面睇啦。咁大家可以留意下，往往咧其實會由你嘅生理狀況可以睇得出嘅。譬如你個身體啦，會經常會病啦，頭痛胃痛咁樣啦，係啦。有時會脫髮啦，體重會急劇會變啦，有啲人會突然間暴瘦啦，或者暴肥啦，甚至出現一啲原因不明嘅疾病咁樣等等都會有嘅，係啦。咁另外咧，由情緒方面咧，我哋都可以留意下，譬如突然間會情緒大變咧，呢度講係真係突然間係同你原來嘅情緒唔同。譬如有啲人本身係性格暴躁啲嘅，或者有啲人性格係沉靜啲嘅，但係佢突然間暴躁嘅人變咗好沉靜。沉靜人突然間變咗暴躁，咁你就需要注意下啦呢方面。咁譬如咧，佢甚至係面容方面咧都好明顯，你會見到佢唔妥嘅。突然間好整齊，突然間嗰一排，譬如其實1-2個星期，你都可以見到蓬頭垢面，乜嘢都唔執啊！突然間係你會見到佢個面容咧係特別憔悴。咁呢個時候咧，你自己察覺唔到嘅時候，你個身邊人應該都會有1-2句去睇下你咁，所以話咧呢啲時候咧都係可以俾你睇到嘅，
係啦。咁但係我哋平時點樣去知道我哋嘅心，即係好似我咁樣，因為我可以自己發覺到咧，就係我哋要講緊心理諮詢呢樣嘢，就係我哋可以做前面嗰 part 預防嗰個步驟。係啦，我哋需要去提早去增強我哋嘅心理能力，就等於我哋身體嘅要提高一啲抵抗力，係啦，免疫力咁先可以預防你病㗎嘛。咁點樣可以通過去增強我哋心理能力？就係可能就係去玩一啲圖卡啦，上一啲心理嘅訓練營啦，去鍛鍊我哋增強我哋嘅一啲覺察能力啊，一啲甚至係觀察力啊。咁呢啲咧都可以帶到我哋內心，即係我哋心理學會有一個冰山啦，睇得到係意識，睇唔到嘅就係潛意識啦。將我哋潛意識帶到意識嘅時候，咁我哋就好快知道自己問題喺邊。有點抽象，就是潛意識還有意識。美學就會比較難啲明白。對啊，因為這個好像就是我們人前人後可能有不一樣的一種。我自己猜測啊，就是可能我在人前是我的意識我覺得我要成為在你心目中在尹恩的眼中我是一個這樣的人或者我是表現出可以裝出來的。可是潛意識呢，基本上是自己知道的。對吧？我可以裝的，我並不是那樣，可是我就是。呢個情況其實都屬於你意識嘅層面，係咪啊？只不過你喺我面前係裝咁，但係你意識上面裝。我就說笑而已。我知明白，係啊，我都係假設，即係咁，但係你潛意識係連你自己都唔知嘅。係啦，我哋需要通過一啲工具去幫自己投射翻出嚟，明白你自己點解。所以我哋潛意識就代表我哋內在嘅核心嘅一啲期望啊、信念啊等等，有啲根源嘅問題。明白 ，OK 那我覺得這個好像某一套電影那樣，因為不同的情緒好像都是我們要理解一下，對吧？那可是有一句話叫做能醫不自醫，即係永遠都聽過啦，能醫不自醫可是在你身上完全是例外的，因為我覺得。對啊，我覺得你比如說察覺到自己有這樣的一個情緒的困擾了，然後你是自己去尋找答案，開啟了這個心理學的鑰匙，以後你就是自己去打開了，或者是走進了這片汪洋，然後你就好起來了。對啊，其實你這個過程或者那個過程是怎麼樣的哈？就是我要是發現自己心理有問題，那當然我去找一些專家幫忙可是你當時有沒有找專家呢？講起上嚟，其實我呢個唔知係好定唔好啦，因為其實我自己中間都走咗好多彎路嘅，係因為自己去碰碰撞撞嘅時候，難免都會係跌咗唔少個坑啊咁。咁點解我會自己選擇去自己揾方法咧？都同其實好多澳門人相似，就係唔會願意去承認自己有問題，同埋去同一個陌生人講自己一啲內在一啲好深問題，唔係好容易講出口嘅事啦。咁嗰陣時嘅我會覺得你應該要嚟揾我，而唔係我去揾，即係好似你社工喎，你應該要嚟輔導我喎咁樣。嗰陣時係一啲即係比較係誤解嘅知識啦，係啦，因為嗰陣時並唔識得心理學啊嘛，係咁，所以我都慣咗，同埋我自己比較內向，都慣咗係自己獨力去完成嘅好多嘅，譬如學業等等啦。咁所以就迫使咁就自己去睇咗本書，咁我咪跟佢啲方法去做咯。咁之後又好有興趣喎，咁於是就係學咗好多方法啦。咁但係都同大家講啦，咁呢個自學嘅時候都需要自己付出好多嘅成本啦，一啲試錯嘅成本啦。咁大家如果係其實做睇諮詢真係唔貴，等於你睇醫生咁樣都係幾百蚊，係啦。咁睇一次咁樣，咁真係唔好覺得佢唔開藥你食，或者純粹傾偈覺得唔值咁樣就唔去睇咯。咁其實專業嘅人，咁佢幫到你嘅，其實就係幫你節省一啲試錯成本啦，或者幫你盡快咁樣回復翻原來健康嘅心境咁樣。對哈，這個我覺得是你們的使命哈，也是你們一定要做到的，對不對？你們會有壓力嗎？就是因為每一個 case 都不一樣，對不對？那而且就是一種忌諱，就是你剛剛提到的，也有提到，就是說我們華人哈，其實很少跟我們身邊的朋友甚至家人去提出我們心裏邊
一些问题啊，或者不开心的事情，所以我们都会宁可找一些陌生人去聊，所以我觉得那种偏向就是，那所以很多的治疗师啊、医生啊、专家呀，包括你们咨询师啊，都会遇到很多的不同的陌生人，你要从零开始认识他，其实这个是很难的，因为你跟他之前没有认识过，你也根本不知道他原来的样貌是怎么样啊，原来那种个性是怎么样，其实你要用多长时间去察觉你。或者是去理解、了解、看清楚、明白你現在的 client 他到底那個問題在哪裡？咁首先要睇佢揾我嘅目的係乜啦。但係如果純粹係真係想傾下心事，即係揾個樹窿咁樣嘅話，咁其實都唔需要太了解。咁我就主要做同理同聆聽，咁呢個都係專業啦。咁係啦。咁如果佢話我有某啲目的想達到，譬如有啲人同我講佢每次考試都會好緊張，會肚痛胃痛嘅，咁呢個就唔係一次可以完成到啦，係嘛？咁就需要去深入去了解佢嘅成長啊，佢嘅家庭啊，或者係逢咩時候佢會有呢個情況出現啊？咁所以我哋就頭先講嘅潛意識嘅根源嘅點樣去影響到佢身體有啲咁嘅症狀出現咁樣。是啊，其實也是靠問問題，互相的聊天去理解他到底心目中那種恐懼啊、顧慮啊，甚至困擾在哪其實那個年齡層呢，比如說最小的一個找你幫忙的、找你聊天的客戶是多大呢？我主要就係做青年嘅，咁揾我傾偈嘅，即係付費客戶啦，都係我諗都廿零，係啊，有一個係啱啱大學畢業，即係有錢，自己有能力去俾到錢，係啦，咁就係啱啱畢業23歲左右咯。OK，那他們怎麼找到你呢？我自己會有一啲媒體嘅，陌生人多數都係媒體嗰度去揾到我咯。OK，係咯，咁同埋我都會同一啲機構去搞一啲講座啊、工作坊啊，就係希望可以宣傳啊，有呢啲渠道啊。咁如果你係覺得我係適合嘅話，咁係可以即係有你呢個選擇去隨時可以揾我咁。那你的朋友知道你從這個會計的專業轉到去心理的專業以後其實有沒有一種點解啊？或者覺得就很驚喜那個樣子？熟嘅朋友咧，應該一早知我想轉職好耐，但係就係都係擔心啦，咁所以都考慮咗好幾年。擔心你冇飯食。係啦，考慮咗好幾年㗎啦，咁都佢哋都好支持我去闖嘅。咁但係有啲唔係好熟嘅話咧，咁譬如我唔知我讀心理學，或者我唔知我以前發生過咩事嘅人咧，咁佢驚訝咗之後，反而會話我好勇敢去行呢一條路咯。對。咁所以係咯，咁多位聽眾，所以如果你將來都會有你想做嘅時候，咁千祈唔好放棄啦嚇。咁如果你需要幫助，隨時可以揾我嘅。是啊，就這個故事啊，或者尹恩的經歷，正好就是告訴我們，其實你當初選的專業並不是一定是你最後的專業所以如果大家想要做，有興趣的話，隨時轉都可以。總之一定要隨着自己的心去走你想做就不要後悔，要把握住機會。把握住時間那最後我們就是花一點點的時間啦，尹恩又有諮詢師在這裡啊，當然我們要好好的把握住。因為朋友會不會找你聊天的？就知道你是諮詢師以後，哇正啊！會有啊，係啊，係都幾多，即係會講好多心事點樣，譬如又要問我解決方法。係。首先要有個諮商關係喺度咯。咁如果佢純粹係覺得我純粹問你問題，我有啲問題想解答嘅，咁我專業係關於心理問題咁，心理上面嘅一啲知識問題，我都會答到。但係如果你話要想做到心理諮商咁深入嘅，或者輔導治療等等咧，咁我都會去建議佢約翻一個諮詢咯。咁係變相係保障大家嘅一個方式嚟嘅。都會明確清晰翻，乜嘢係心理諮詢，乜嘢係叫傾偈。係呢個就要問你的那位朋友，應該自己也知道的，就是到底哪一個程度所以這個專業呢，也是要好好的被尊重的那尹恩其實來到這裡呢，很多朋友如果說，要像你那樣成為諮詢師，其實我們那個歷程是怎麼樣呢？我們是不是應該要怎麼樣的準備包括會不會像你那樣，我們一定要多看書籍？
好，我們可能要找不同的專家啊去學習去上課哈。其實那條路程應該怎麼走呢？如果我像尹恩那樣，我對心理學很有興趣啊，那我應該從哪裡入手哈去走進這個心理學的大門？首先啦，大家如果真係對心理諮詢有興趣，咁一定係要有心啦。咁唔係話除咗你話去應付一啲考試，咁你係考試以外一啲課嘅書籍，你都要經常去睇，因為心理呢樣嘢係與時並進啦，係啊，年年都會有新嘅，係咁至於你真係要想做招書，要具備咩條件呢？咁你當然就係需要一啲相應時數嘅知識嘅培訓同埋技巧實踐啦。你要去揾翻一啲機構考翻商業證書啦，去進行一啲即係有啲實習嘅實踐啦。咁但係呢，咁我個人認為為咗考證書就去做諮詢呢，我認為呢就咁你不如冇做啦。係啦，咁你自己本身都要具備一啲譬如有同理心啊，或者助人嘅主要係一個心咁好多時咧，因為你學得知識太多咧，會忽略咗即係個 client 當時嘅感受啦。咁我會見過，譬如有啲啱啱學習嘅同學咧，就會好心急好希望可以用佢啲知識去幫助嗰個案主解決問題，就反而會俾到壓力人哋，就唔係佢想要，咁其實唔啱嘅。咁最主要係你有冇呢個心去接住案主情，因為其實你做諮詢會大部分啦都係一啲負面嘅嚟嘅，咁你會接得好多，係啦。咁你有冇能力去可以消化到呢啲負面情緒咧？咁呢其一啦。咁就係其二就係你唔好令到佢情緒惡化，因為有時候如果你專業唔夠嘅時候，可能你會傷害到佢，因為你一句説話，因為佢都係信你先揾你噶嘛。你反而可能即係你啲行為或者説話傷害到佢嘅時候，咁佢揾你嗰個效果就冇咗，可能更差。咁所以大家都要注意咯。咁其次就係你需要有觀察力、感受力啦。咁因為我哋除咗傾談説話聽到之外，咁我哋需要係一啲微表情啊，或者見佢一啲容貌等等嘅一啲表情去知道佢個心嘅一啲內在問題啦。咁所以觀察力、感受力都好重要啦。咁耐心啦、耐性其次都係非常之重要，就唔好咁急躁咯。不過我相信大家只要有心嘅話，呢啲能力都可以去鍛鍊同埋去考到相應嘅證書嘅，係咯。咁至於你話唔同嘅特質同條件度，睇翻你唔同心理學嘅流派，係我哋有唔同嘅流派嘅取向等等。明白哈，就是很專業。其實這個是真的汪洋大海啊，所以我們要走進去的時候呢，真的得要有興趣啊。不過呢，那個條件和特質呢，我覺得比其他行業都要講究啊，因為你心理或者你本來的個性是怎麼樣的特質呢？你是不是一個適合去聆聽別人心事的人呢？這個我覺得也是很關鍵。因為你剛才尹恩提到的，恰恰是敏兒做不到的。我真的會罵人的。對啊，朋友來跟我聊天，遇到一些事情我就有可以把他罵走。你怎麼那麼笨呢？選擇或者你那個時候怎麼那麼想呢？真的，我覺得會傷害他們的。那有沒有朋友做現在？現在有的，其實一般都是比較親密的，我們才會這樣。對，因為這個是對我的性格嘛，所以就是可能對父母，特別父母呀、兄弟姐妹啊，一些很親的朋友啊，可能都會這種方式啊。那當然你要說對着外人是客客氣氣的，不然就是就有點怪怪的。我也感受到你對你對我很客氣的。剛才有說過一些怎麼樣減壓的，大家可以去我的social media 網站上面下載一個叫做輕鬆 Free Step 的免費小冊子。裡面有很多就是剛才說的一些放鬆的減壓的方法，還有一個90分鐘的教學影片，裡面就會教你怎麼樣去照見自己的內心，就是經常去照顧自己內心，發現自己然後重新掌握自己之類的。非常的理解。可是它跟心理治療是不是其實只差一線，還是基本上都相同？心理呢有分健康、亞健康同埋嚴重嘅 case 嘅。咁治療師嘅主要工作嘅範圍就係嚴重嘅個案入邊，我哋諮詢呢就負責輕中程度嘅 case 同埋預防嘅
試，咁啊輔導咧就係再細分一啲咁樣，咁所以治療嗰方面咧，通常都會同精神科醫生嗰邊啦，即係譬如係啲精神分裂症去用藥嗰方面去大家去配合，因為本身其實藥真係醫唔到嘅，我識好多食咗10年20年都好唔返，因為真係主要係佢心引起嘅，咁你個心結解唔到，咁繼續食藥都可能就係控制到佢冇一啲妄想同埋幻覺嘅，咁食藥嗰方面就係咁，所以治療師就係會做嚴重呢一 part 多，咁當然啦，你話叫治療師去做諮詢方面都可以嘅，係啦，咁都冇問題，但係我哋個分工就會係咁樣去做咯，明白，係咯，咁你除咗嚴重嘅話，就會係諮詢師去做。今天呢，很值得聽的一個訪問啊，就是每個人都有他的經歷，有他的一個故事啊。可是我們怎麼樣把這個負能量轉為正能量，甚至怎麼樣在遇到困擾啊、遇到問題的時候來幫助自己呢？其實這個也是很重要，對吧，穎恩？對，是的哈。那今天非常感謝你哈，就是千里迢迢的，你雖然不是很遠，現在交通都很方便，不過呢，過一個海了對了，不是香港島來九龍哈，是在澳門來到香港這邊啊，接受我們的訪問。那希望呢，經過今天啊，我們說這個訪問以後呢，希望各位呢能夠對心理諮詢師有更多的了解。並且呢，我們要多多關注自己的心理像穎恩所說的，有一個察覺能力，對吧？那我們如果每一個人我們的心理健康、情緒健康，其實我們這個社會呢就少了很多的吵架，少了很多的矛盾少了很多的情緒困擾了，好不好？那今天非常感謝我們的嘉賓，心理諮詢師鄭穎恩，謝謝你，穎恩。好。睡的我亂刷 IG 的片段，孩童太趣致，笨小狗很野笑，在密回流遊的我，無聊時亦是笑了，笑着看，晚飯前就已醉掉，傻笑，何時失去了？現在我的幽默變酸了，縱使不厭世也冷漠了不少。誰還記得到底怎樣笑？如坐針尖被火燒，我最近極困擾，還可怎樣再笑？想起這裏舊時曾極美妙，沒有了，就覺沒有這需要，勉強扮笑。甜美何時終結了？現在我的刻薄變高級了，日子好不好也要活，何以太自擾？誰還記得到底怎樣笑？如坐針尖被火燒，我最近極困擾，還可怎樣再笑？想起這裏舊時曾極美妙，沒有了，讓我就算再想笑也太累了。在這新世界，就算不准笑，心都照跳。奇怪是，連眼淚也很少。誰能答覆我的體質是否變了？嘗盡了心靈的好，空虛感也沒有變少。神經好像壓死。